收看因果闪灵红宝惨。良早设想发展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大无永远徛在名声若无照空，今日招牌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。打拼的人，脚无永远徛在名声若好照空，今日招牌。敢问萧公主，萧公主这回来沧州是探亲，抑是做生意咧？不瞒伊老爷，这次为了沧州的水灾，听讲百姓困苦。所以我才会赶紧赶来要看卖，会当去撞到伊老爷。你是一个大善人，实在应幸。哈哈哈哈！这是萧公主的褒奖，拢是退休的真淡薄仔力儿。我伫沧州趁钱，沧州即马有灾难，百姓有困难，我是真淡薄仔责任嘛。讲起萧公主才是有心人啦。伊老爷意思是，老夫阅人无数。看萧公主的清采甲气质，非富即贵，而且两位因我是为京城而来，拄则两位也提起经文必夺的代志，莫非这是？这……萧公主，你千万唔当误会，老夫只是要肯定萧公主是不是京城派来比赛，来调查经文必夺的代志，无听到。这拢会当甲斗相共嘅。既然伊老爷讲话这是真诚恳，在下也不便隐瞒你。确实，我是为着尽在人有必夺之事而来。哦，那你讲起朝廷有真正关心沧州的百姓啊？哎呀，沧州的百姓为了误会朝廷啊！无毋对，伊老爷，这次沧州的阵营。伫这个城内去用夺去，但是现在所有的城内已经完全戒严，相信抢夺银两的人也无可能将这个官银送出这个沧州。我甲丁姑娘都是为着这件代志而来。原来是安尼，萧公主啊，沧州啊，我比你较熟淡薄，无定着老夫会当协助你啊。真是的啊，真多谢。你是啥物人啊？问我啥人不应该？你是妄邪世界害，即马住咧别人的厝内，歹事要搁做一摆。倒位妖女小查某，胡言乱语像广告，你敢唔知这是啥场所？乌白惊人，你太糊涂！你袂我做糊涂？好，你是有够害，你知无？你的原是阁无改呢。你无想讲你歹事做真济，而且落咧跳成道，即马吼变大妄邪世界害。哦，我就知咧，你即款的吼实在爱甲你低调。你即马搁伫即个所在，你是伤假哦！你要害阮表兄对毋对？你讲啊！你到底是咧讲啥物啊？我咧讲啥物？你又搁讲毋知影？好啊，你真假呢？你假我袂当甲你假啦，归去啦！我即马掠
爷来去家讲个明白，看你要假倒去，行，大家。田姑娘，嘿，发生什么代志是？哦，你来了上拄好，好，这个赶紧赶紧，甲我抓起来，抓起来就对了啦。抓起来？是啊。为什么啊？辉弟哦，我即摆无法度甲你解释足清楚啦，你听我的话就对啊，甲你抓起来就对，无也害人啦。田姑娘，来，我抓。哦，安尼唔对啊！我是叫你甲我帮忙家抓起来呢，啊你无家抓，啊你讲倒倒我倒钱，是啥物意思？田姑娘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啦！你先讲你谁人要抓的？甲六岁嘛共款的，伊都虚伪啦。我你讲啦，你唔听我话哦，有一天啊，你一定后悔啦。田姑娘，你误会啊啦！伊唔是啥物虚伪啦，伊是伊老爷查某囝，叫做伊中元。伊中元，什么代志？阿娘啊，唔知倒位来一个小查某，啊，伊直讲我是啥物虚伪，讲你教我高高低啦。纪念，到底这代志是安怎？夫人，这位田姑娘甲一位萧公主是老爷的贵宾啦，啊，可能是中元甲伊所熟悉一位虚伪姑娘相真共款，所以发生办法误会。无啦，什么咧误会，伊都虚伪呀。田姑娘，中国是我生的，自细汉我饲大汉的，从来都捌离开我的身躯边，变哪有可能是你讲的迄个什么虚伪啊？是你说？唔对啊，有可能。中国，你若是唔听阿娘的话，查某囡仔人出来外口四界拍拍走，应该唔都爱住喺绣房才对。你甲看，即马发生这种误会，行，你来去。阿娘，哇，田姑娘，咱先失陪。无喏，代志还要讲说做一做，我来看卖。田姑娘，嘿，你若唔相信，你会当去真正问伊老爷，看伊到底是伊中元还是虚伪啊？问就问，我讲你惊是无？惊讲。表妹，我伫后尾园哦，真正我来虚伪哦。你讲啥物？我就虚伪，对啊。记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是田姑娘伫后花园拄着中元啦，也唔知什么原因，田姑娘一直讲中元就是什么虚伪啦。真正有这种代志？本来就是有这种代志啊啦。啊无你若唔相信啊，你也叫出来啊，大家来看卖咧嘛。伊老爷，是毋是会当请中国小姐出来甲阮见面，然后解决阮的谜题？好啊。田姑娘，你一直讲阮中国是迄个什么虚伪，还佫有这位公主，嘛真想要看阮中国，我著甲带出来互恁看。啊，若无这个代志，敢袂当解决？这位女子，乃生做遐亲像安尼，但是对伊的眼神看来有一点无共。这敢讲是一个巧合，也是另外有原因。好，我只有顺势而为。小公主，这是我的家后，甲我的查某囝。伊老爷，我这看来拢是误会的款。夫人啊，带中我来入去休困。无，阮就先失陪。伊老爷，伊真是你的查某囝？我咧看，这世上一定有一个身做甲阮中我来一模一样的查某囡仔。我相信这查某囡仔伫萧公主的心目中，一定更尊重我地位啊。无毋对，我家己嘛毋敢相信，讲这是事实。竟然有这么只同款的人。我安那想哦，伊安那讲嘛是虚伪啊。虚伪？伊这名仔真熟啊！无毋对，伊是我往生的某囝。真正有这种代志，煞来提起萧公主伤心的往事，拢是感觉真不安啊。伊老爷，这甲你无关系，我得讲这是一种机缘。即摆，电倒毋是你来邀请阮，是我要来恳求伊老爷，会当互阮两个人暂时住咧伊家，毋知你有答应无？哈哈哈哈！萧公主啊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。记了啊，赶紧准备两间房间，好好招待贵宾。是。无得甲财源就在这个医府。啊哈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哈爱分小牵连。声声若好，才有
什么呀？是你，小等咧，是你，小姐，你听我解说。当作你是正门公主，这留你伫阮厝过暝。你是一个无体的小人，你三更半夜再来我的房间做啥？我叫阮阿爹，看你要安怎解说。阿美，不是，伊姑娘，你误会我。我讲过，我号做伊中国，是个假君子。今仔日若无互你是感觉是袂用的。美玲啊，唔得叫惨哦！美玲啊，别惨哦！唔得叫。紧来，来了，你看惨哦！那声音好像就是中华的。长官啦，紧开门啦！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长官啦，紧来，开门啦！咱拢无人应啊，刚讲内面已经发生。哈，好笑，哈，内底我公母熊，你先我边仔咧，互我倒。来，这人杀枪啊！哎，弄掉啊！哎呦喂！长官啦，你安大细声话，我讲掠贼啦，贼啦咧！一定是我做噩梦。阿爹啊，惊到恁大个，实是真歹势。啥的啊？你是咧做眠梦的啊？吼，后去弄到杯水，你知无？原来是安尼哦，我叫你你是安莫安爬走，暗时啊才会含面啦。我叫你莫厝你都唔听，外口的工课都基隆啊做就好，你是上听话。阿爹啊，好啊，那无代志就好啊，也已经暗啊，我要困啦。多谢阿爹。张姑娘，也你有要紧无？你若无要紧，嘛紧转休困啊。当然嘛不要紧，这小客事尔嘛。啊是讲，小等，这两衫是我无，小等。丁姑娘啊，啊你到底是咧做啥？啊你搁敢讲，我才要问你咧哦。阮表兄来有来找你也无哈？你是咧讲啥？啊恁表兄三更半暝来找我是要创啥？中我啦，袂用对人客无礼。丁姑娘，萧公主可能真忝的款，才会无精神。啊，无遮尔暗啊，咱也好休困啦。明仔载还真侪灾民哦，需要赈灾咧，吼，好休困啦。无啊，啊你是讲咧做啥？我哪咧找啥？我想要出来去啊！奇怪，皇上到底是去倒位？好啊啦，你会晓出来啊？人拢已经走啊。阿美，不是，伊姑娘，真歹势，我确实是对遐个乌影对来误闯着小姐的房间。即摆这桩代志，我会用先莫甲你计较。也毋过，你一定要甲我讲迄个，好做啥物阿美的代志，互我知影。若是讲到阿美的代志，1000摆10000摆嘛无算济。伊是我结发的夫妻，因为后来伊犯着嫉妒之心，才坠入恶道。为着要报仇，四处为恶。有这款代志，那呢，你来沧州，就是来找伊的。也是为着沧州的水灾而来。水灾，原来你是警察派来。用安尼讲，这次沧州水灾死了真侪百姓，而且搁再损失真侪五谷。一路上，我听见所有的灾民哀声叫苦，所以朝廷知影这个代志，就派人送官员要来赈灾。想袂到，你是讲，竟然遐个官员会伫这个沧州被劫，我实在真想无。这个时阵，竟然要有一款丧尽天良的贼刀来抢走遐个官员。你敢知影？遐个官员若是无找到，遐个灾民是要安怎过日子？伊看起来是一个真正歹人，敢讲，这摆阮真是做毋对啊。
每一次我若去受到遐生死变缘的灾难，我实感觉心肝真艰苦。小公主，假使你若掠到遐偷赶紧的人，你会安怎处理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而且佛家嘛有一句话伫咧讲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假使因有诚心要改过，我也会禀明皇上，会当互因一个改进的机会。阿姑，阿姑，伊郎，代志办安怎？照我看，中外要得到小英的信任，应该是无问题。老爷，夫人，即摆是上好的关头，我来看你表现哦。我已经拢准备好势啊。也不过，我即摆咧烦恼咱中原，烦恼中原是安怎？我甲伊吼是一个足重感情的人。假使讲伊若是无法度通得到小燕的信任，反倒转，这是真重要的代志，如果是最后的关头，我绝对袂当用阮有任何的差错。不会啦，阿姑，我相信中外一定袂辜负阿姑你对伊的寄托，一定完成任务的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好啦，照咱的计划进行。是。啊，工是工准爱工人，啊爱分小牵连。这个医教吼，一定足有问题哦。啊，无啥无代无志，叫阮来倒咧这个所在。好啊，你若甲变鬼变怪哦，今日我顶一日来，一定唔放你煞的啦。哎，笑嘞！无了走你遮来，啊，怎无去啊？啊，这间厝啥物人去啊？这间内底哦，一定是变鬼变怪。你会9怪，我会10怪。看。夫人，你先坐。哎，夫人啊，你到底先坐。夫人。金，阿金，莫阁伤心啊，中外。伊老爷想袂到，哪会发生这样遮不幸的代志。伊夫人，伊是一个善良的人，而且佫甲人无计什么冤仇，是安怎会去撞到这款心狠手辣、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夫人啊？沧州水灾盗贼四起，我咧看，我的家后可能是站去互入侵的盗贼所害啊！毋是，阿爹，阿爹毋是互盗贼所害。中我啦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阿爹，我毋但知影阿娘毋是互盗贼所害，而且我阁知影提示阿娘凶手是啥物人。中外，既然你知影凶手是啥物人，你就紧讲，我会亲手甲伊提示，替阿金报仇。中外，你紧讲啊！凶手就是我，你无闹会坏呢？啊，你讲安尼就对啊！我当时变做凶手啊！老夫人甲我也无冤无仇啊！我无代无志要杀要创啥物话安尼？我问你，你三更半暝走去阮阿娘房去创啥？都算毋知吼，一个乌影啦！乌影你要杀我，伊毋是我的对手啊！我你甲伊对，伊就走过来话无歹人啊！强强，我就看到迄间房间，门开开嘛，所以我一入来了后，我就看到老夫人，伊，你就甲杀死啊！你又袂讲，我哪有甲杀死啊？我看到老夫人的时阵，伊叫做病号喘气，就死去啊！你，天官，伊老爷好意请你来医想袂到你是一个良心狗去稳重收背啊！我今晚就要替我死爷紧报仇。大姐，老公主，你千万唔能冲动。虽然老夫人的尸体是顶一日发现，袂用代表讲伊就是凶手。这个所在有真侪疑点，也若安尼，迄个后面人是什么人？哼，迄只是伊编出来理由啦。其实迄个后面人，伊嘛是要害我，啊，在我精神才互伊走去啊。你要替伊抓罪，你当然嘛安尼讲。医良啊，千万莫无礼貌。阿姑，好啊，小公主啊，想袂到老夫一番的好意，
所以两因了遮多麻烦，实在歹势。伊老爷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，只是这个代志来了真突然，你敢讲拢无想过这是甚物原因？一波未平一波起，菩萨世界有玄机，因果定数无怀疑，朗朗乾坤总是你。目睭抓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